首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我们用一般的花椰菜哦。那我们待会呢，我们会先切一些白花椰菜的这个薄片，我们要把它泡在水里面，哦，待会会做一些装饰。那切这个白花椰菜的时候呢，要稍微可能要细攻一点点。哇，真的有一点透明哦！你在切的时候，我都看隔着花椰菜，我都可以看到那个刀片。切稍微薄一点点，哦，让它变成一个片状。然后我们让它去泡个水。好，那接下来呢，这些白花椰菜呢，我们待会呢会把它取掉之后呢，我们只要它的花。我还真的只要它的花哦。好，但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切洋葱。大家看到这个切洋葱的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特别的洋葱它就是一个半圆弧状，那如果说你要变成一个丝状的时候呢，如果你在一开始就直接直切，绝对不是丝状，它就不会是丝状，只有在这个部分是丝状，这个部分都是有点片状或条状了。对，所以你在刚刚开始切的时候，你的刀子一定也顺着它的弧度，要顺着弧度这样切，它才会变成一个丝状。我们这个洋葱切丝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茴香头，我们一样。茴香头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在西餐的烹调里面呢，我们会先用温锅冷油。茴香头的味道为什么有一点像我们在吃那个豆蔻？为什么呢？它本身的味道特性就是这样，好像豆蔻对不对？没错，这是它味道的特性。哇，好漂亮啊！这边一圈上来。其实它除了那个跟豆蔻一样的那个香气之外，我觉得它的甜度也蛮高的有点像芹菜的甜度对，它其实就是根茎类的一种蔬菜，那它的味道有它自己独特的香气。这个是茴香头茴香头我们下去温锅冷油然后一样不需要太大的火我们就先慢慢的炒它，把这个茴香的香气把它整个炒香，把它炒出来。我们把这个茴香头稍微略炒香了以后我们稍微略炒香，它炒软了，那之后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这个百里香新鲜的百里香。然后呢，我们可以加入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洋葱。一般我们洋葱都是第一个呢就先下锅了今天洋葱终于不是第1名了，它今天是第2名排在这个茴香头后面第3名啊，第3名了啦。一样我们就是温锅慢慢炒，慢慢加热就是在家里做菜，我们不要太急，慢慢来享受这种做菜的乐趣。好，我们把这个洋葱跟这个茴香头刚刚炒到这个已经有点半透明那它已经其实是整个软化了。那我们下了这个白花菜的花朵我们可以稍微像这样子稍微挤压它一下那锅子现在底部是没有所谓的没有焦掉我们只有带一点颜色而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一开始不要下太多的高汤我们先让这个热度跟它下面这个我们刚刚在炒洋葱的这个洋葱的上色这些清甜感先把它逼出来。如果没有今天浴缸的这个解说呢，我一定就是把整锅高汤就一起下去煮了结果他刚刚说先不要急着一锅就下去了。水分在加的时候，我们只要加腌过这些所有的食材，然后呢，你用你的木匙轻轻的在这个锅子里面轻轻的去压它，你会感受到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空隙，它可以有一点沉淀的这种感觉，有没有？有一点那种沉淀的感觉，那我们就让它开始下去煮。高汤的部分其实待会我们还要再继续添加。好，然后呢，我们来先切一下，准备一下这个鲑鱼。那我们片这个鲑鱼，我们待会把它卷花。
好，今天玉刚选的这个鲑鱼可以生食的，就是可以做沙西米的这个等级的这个鲑鱼哦。哇，很油哦！这个鲑鱼真的不只是沙西米，而且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非常的均匀哦。这个鲑鱼其实它还算很新鲜哦。那如果说新鲜，对，你在家里面选用的鲑鱼啊，有的它会比较颜色比较浅，那个可能是就放了一段时间。好，那这个鲑鱼啊，当然我们手的接触温度不要太长哦，我们就稍微把它抹平一下，好，让它感觉这个面积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卷成一个花。然后这个鲑鱼花呢，我们卷起来以后啊，我们可以让在表面上撒点薄薄的盐巴，哦，一定要调一点味道。虽然海鱼本身哦都有一些咸度哦，不过我们做这个待会儿是要用这个喷火枪啊喷，所以我们撒一点盐花，其实你待会儿喷出来的那个色泽上面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对，好，薄薄的这个黑胡椒碎，不要太多。那待会呢，我们的汤要接近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加这个炙烧的动作。好，它现在其实煮到就是让这个整个花椰菜我们可以让它比较软烂，应该是已经够软了。那像现在这个水分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多下一些高汤，但记得不要关火。一样让它继续煮，一样我们加到所谓的刚刚讲的就是让食材可以有一点点可以游动间隙哦。我们要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关火。这个在家里面大家都可以自己这样做，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时候呢，我们变成浓汤了之后，这时候呢，加热之后呢，我们要先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鲜奶油，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奶油，让它整个这个浓汤奶香味可以加强。我太喜欢了，尤其是鲜奶油跟奶油，这种会发胖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好，来，那我们现在呢，它已经滚了之后，我们可以先加点鲜奶油。好，你会发现到呢，浴缸在加这个鲜奶油的时候呢，不是说这样子就直接倒下去，它也是均匀的，好，把它放到那个浓汤里面来。然后奶油，奶油。为什么手下留情，剩下的奶油不用？奶油他怕我太胖了。奶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增添这个奶的香气而已。所以很多的这种比较煮浓汤式的这种西式的烹调方法，他们都在一开始就用鲜奶油下去做烹调。其实那都是过度的在使用奶油，那当然就是你会产生过多的脂肪啊。那这个汤，你看现在其实它非常浓稠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时候我们要再把这个鸡汤我们再重新再倒回来一些，去重新调整一下。这就刚刚浴缸一直强调的，我们一锅的鸡汤不要马上一起下去煮你看它分成3阶段下去这个鸡汤的部分这样子就可以变成所谓的浓汤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开始加调味料。我们调完了浓稠，调完了奶香，最后我们来下这个调味料，这个就可以，只要盐巴就好。已经都调了盐巴进去之后呢，这时候我们不要再让它大滚，我们转小火，让它慢慢煮。
我最爱的奶油香。来，接下来我们要炙烧一下这个鲑鱼哦。小朋友就不要炙烧了啊，小朋友的话就进去烤箱烤一下就好了。不过炙烧的话，它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啊。尤其我们刚刚撒了一点盐巴之后呢，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烤鱼的时候啊，为什么像日本人在烤鱼的时候，那个尾巴的部分要抹很多的盐巴，你知道吗？玉刚？不晓得耶。他装作不知道啊，要让我卖弄一下哦。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在烤鱼的时候，那个尾巴要抹很多的盐巴，它就不会烧焦了。因为尾巴它是最没有肉、最没有油脂的地方。你的肉都烤熟的时候，如果你尾巴没有沾盐巴的话，你的尾巴就烧焦。那烧焦的话，整个烤箱里面弥漫的烟味呢，你这只烤鱼就毁了。你看他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不然金茂奖就我得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做这个盐焗鱼一样的道理。对对对。哇，好好喝！我很后悔刚刚是拿这个小碗去装这个试喝的。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鲑鱼呢里面没有熟，待会儿是不是会把那个浓汤盖上去？待会儿我们浓汤会另外装另外装嘛，然后要吃的时候倒进去，对不对？对。这就是刚刚切的这个白花叶菜。白花叶菜。然后放一点绿色的这个装饰，在我们刚刚的这个材料里面呢，有一个培根，那培根呢，现在已经让它变成培根碎，你只需要把培根切小丁，然后在锅子里面开始煸一煸，对，都不要加任何的油，然后你就开始慢慢炒，慢慢炒，它开始慢慢的逼出油脂。那逼出油脂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把油脂过滤掉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浓汤里面呢，如果没有撒这个培根，我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哦，就感觉他们两个真的是特搭的哦。所以我们这个培根屑呢，刚刚玉刚有特别强调了，千万不要再放油下去煸了啊，因为培根本身它有一些油，我们就是把它煸出来，这样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哦。好，这个是今天呢玉刚带来的这个蛋菜，还有这个花椰菜的这个浓汤哦。在这边提醒观众朋友哦，玉刚用的这个壶哦，不是茶壶哦。当然你看起来像茶壶，我就曾经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欧巴桑，他很可爱，他以为那个是茶。他以为这是干干的这样子吃，然后他就拿茶杯，然后把它放到茶杯里面去，然后你讲奇怪，今天这茶那安尼咸咸，咸咸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茶？他从来没喝过，这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哦。所以呢，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大家就会知道哦，我们今天这一壶呢是浓汤，好，不要以为浓汤它就是装在一个碗里面。现在很多餐厅都有很不一样的这个装饰啊，或者是说摆盘。